喺香港做推廣，一定要做個人 IP， 咁樣可以快速幫你揾到錢。黃總，咁點樣叫做個人 IP 同埋個人 IP 做咗有咩好處呢？個人 IP 其實就係打你個人嘅信任感。例如我哋有一個客，佢係做買手嘅，咁佢有20幾年嘅經驗。呢個時候佢想推出賣我哋內地嘅牛肉去香港，你點樣可以令到佢信任你呢？要信任你呢個人喺呢一個行業裏邊，你做咗有幾多年嘅經驗，你嘅背書係乜嘢，從而將你嘅故事、行業經驗介紹出嚟，再先係介紹你嘅產品。咁樣介紹嘅時候，你嘅效率、變現嘅能力，你推廣嘅效果係最有價值，成本係最低嘅。其實就係話將你真正嘅呢一個人設，令平台上嘅觀眾可以睇到你有點樣嘅背書啊，你有點樣嘅背景啊，有點樣嘅經驗啊。平台上可能係有幾億嘅觀眾嘅，如果佢係有10%觀眾去 follow 你嘅，咁你喺度賣乜嘢都係冇問題嘅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。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